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台湾有一群无国籍，甚至是无姓名的小宝宝，因是女性的外籍移工，伫台湾生入来的囡仔。这个无户籍的小朋友，自细汉伫社会福利机构来大汉，不管是要看医生，或者是要读册，拢逢排除伫个体制外。像咧读国小的披萨，妈妈是印尼籍，甲生入来了后，就失去着联络。加在泰国籍的移工爸爸出面，伫多方面的协助下，才来摕到暂时的居留权。面对这群无国籍甚至是无姓名的宝宝，台湾社会要安怎友善平等来对待呢？华视新闻杂志儿童人权日的专题，得到2020年公益新闻金轮奖。咱做伙过来回看这个精彩的报道。一起溜滑梯。你最对大家说你什么？我没有手，跟没有脚。机构也不能照顾你一辈子，分开久了，希望能有一天能全家再团聚。你想要留在台湾多久？很久很久，100千万天。下晡归路，天色暗嘛，泰国籍移工阿曼工作一天已经感觉忝啊，但是这嘛是伊规工上欢喜的时刻，因为特别甲宝贝后生披萨见面。老师你好，你好，不客气。每工拢爱亲自来接后生放学，唔干那是老师，连同学拢会真个披萨爸爸。就惊拄啊入学读1年的披萨对袂着进度，辅导课的老师拢会特别照顾，互伊做完功课才回去。跟老师再见。拜拜。放学了有没有很开心？那现在要去哪里？去泰国店吃饭。披萨甲爸爸甲其他义工做伙住伫工厂的宿舍，经常是放学了后就爱回去。咱采访的一天是爸囝两个难得的休闲时间，安尼早暗相处的日常，因旦七档。有听到他妈妈朋友有的。他们会杀掉这样啊，因为拜拜不一样，我们的印尼人呢拜拜不一样，我就想我不会丢，这样我确定不会丢他，宁愿带在身边。但是带一个小孩很辛苦。不会，不会。我很简单，我一个人很辛苦，如果2个不会，真的。披萨爸爸来台湾工作，特别高档啊，8档外前熟悉印尼籍的女朋友，两个人相爱意外生了披萨，但是无到1档，女方拢无音讯。加做4年义工，无身份的披萨，自细汉这档伫社福单位大汉。2017年华视新闻杂志都有翕伊，也伫安置机构的身影。孩子也一直安置在这边，就是一直到幼稚园啊、中班、大班。那时候社会局也说。之后可能念书上面会有问题，我们就想说，是不是可以协助他去申请到在台湾的居留身份？伫多方合作的披萨甲爸爸完成 DNA 的鉴定，嘛找到伫印尼妈妈有入去用的证明，披萨才会当用泰国籍继续留伫台湾，将出表囝两个相依为命。我当他爸爸妈妈一个人了，有办法了，不会。不会，这样过完分一分你就没得吃了。不要那个吧。我比较快乐一点，一睡前都睡觉起来不知道就去哪里这样，都跑别的地方都乱花钱。现在他在一起很少花了，现在我跟老板讲，我做到没有力我才回家，我讲这样。是为了披萨吗？因为如果他头脑比较好，我可能给他读书在这里很久。下入体育馆较学的皮肤，即摆已经是泰国籍的披萨，自细汉就受台湾的空气，吸收台湾的养分大汉。比起爸爸的家乡，披萨更加爱这片伊生长的土地。住在台湾就台湾人，住在泰国就是泰国人。那你会想要留在台湾，还是回去泰国？留在台湾啊，回泰国好无聊哦，没有人要跟我玩，都是泰国的小孩。
我们帮助的外籍小朋友，他们其实都是出生在台湾这块土地上。那不论他的国籍是什么，就是希望妈妈毕竟都很辛苦的把他们生下来，就是也希望他们都可以得到好的照顾。对乌号宝宝到暂时居留馆，披萨当读册，爸囝之间嘛当享受天伦之乐。但是其他回本国籍移工的囡仔，就无这么幸运。这囡仔口中所叫的秘密，是社福机构原来之间的创办人杨泽武。为请小朋友当讲拢是移工宝宝，无父母伫身边，因只是有带好的囡仔。你是谁？2月几岁？3岁。你是谁？爸爸，你几岁？俊俊。你是哪里人？印尼人。到底我是想这囡仔回答，哪知哪唔知，天真可爱。利用幼儿园放学了后，咱旁的时间，杨泽如带这小朋友到附近的小学佚佗。但是这点比来都伫个正规教育体系外的囡仔，想要真正进入校园读书，却是困难重重。在台湾也有很多的小孩子，他根本都没身份，然后读到初中、国中然后国中，然后高中，然后大学。可是他读完了之后，他是没有，还是一样没身份，在就业上他也是有困难，对，所以这样的人还是有。用地兰处理予乌号宝宝读书，但是游走普城地带过当帮忙几个月。1992年台湾开放外籍移工，即马人数已经突破70万大关，失联移工就将近5万人，其中女性占1半以上。根据移民署统计，台湾非本国籍新生流将近1万人，其中生母是失联移工，或者是无实身份者，总共805个。但是监察委员往美国调查非本国籍新生儿，平均每当增加700外个人，加上移工甲生产，无通报乌数，实际人数是超过官方的数据。对于人道的救援，对这些移工孩子的照顾，是一个团队的工作，才有办法给他们找到最好的出处跟所谓的利益。就于儿童权益来说，他也应该让这些孩子可以早一点回去学习他们国家的文化、语言，跟接受教育，为这些小孩早一点寻得家人，有家人的照顾跟爱。我觉得这个比留在台湾，有意思多了。不能再用一个排外的方式去把他们视同是说，哦，你是外来的人，所以你是会占用我们一些资源。因为毕竟我们在这个台湾很需要人力的资源跟帮忙。那我们怎么样对待他们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如果我们友善的对待，他也会友善对待我们。外籍移工挺起台湾的经济，可是嘛容易社会上低赞。因为囡仔伫台湾出世，就成做法律的透明人，无户籍、无身份，只会当避伫黑暗的角落等待用功。但是囡仔的权益无应该被制度牺牲，就算无法度互一个完整的家，嘛应该爱协助因伫异乡的成长之路，袂过遮尔啊艰难辛苦。你是哪里人？印尼人。你是哪里人？台湾人。你想要留在台湾多久？很久很久，100千万天。全部我都谢谢啊，对啊，都谢谢全部大家。